米線係唔少港人醫肚時嘅至愛。觀塘呢一間米線專門店唔單止用料講究，選擇夠多元化，更有得用至抵價試到潮汕手切牛肉一人鍋，即刻去片睇下啦！首先出場嘅係招牌花膠濃湯雞米線，配醬油溏心蛋，湯底等足8個鐘頭以上。現時每日限量200碗，採用去骨雞同特選九龍城優質花膠，湯頭絕無添加，飲晒成碗都冇問題。另一款必食推介胡椒豬肚雞米線，配招牌花膠春卷，胡椒粒經爆炒之後，同鹹菜完美融入喺雞湯入面，豬肚彈牙爽口。而招牌花膠春卷外脆內嫩，啖啖都充滿鮮肉汁。仲有呢款野味開胃嘅芳華酸辣湯底，酸味提取自客家酸菜，再配搭各款辣椒。餐廳自設工場，由人手製作魚蛋同埋其他丸類，堅持使用新鮮豬肉，做到鹹香鮮味。竹身亦都經過嚴格嘅挑選。講起開胃嘅湯底，又點少得番茄濃湯呢？一上台就聞到濃郁嘅番茄味，炆冬菇爽腍兼備。豬大腸由自家工場加工，非常之入味，而魚腐鮮味十足，索晒啲湯啊！呢度嘅小食同米線一樣，有好多選擇，每款都各有特色。大漠孜然雞翼由10種香料調配而成，香料鋪滿雞翼嘅表面，再以慢火烤熟，咬落去感受到滿滿嘅肉汁。而蒜泥白肉採用自家特配嘅蒜泥，搭配鮮嫩嘅豬肉片。集蒜香、辣香同鹹香於一身，巴蜀涼拌皮蛋特選優質溏心皮蛋，味道唔會令人刺鼻，食落口感好順滑。鍾意食香口嘢嘅話呢，就要試埋炸物拼盤啦。同時食到5款特色炸物，有鹹有甜，啱晒成班 friend share 啊！仲有呢個超抵食嘅潮汕手切牛肉一人鍋。精選吊籠只需要108蚊，唔使北上都可以用優惠嘅價錢嘆到真正嘅潮汕手切牛肉。今次就試咗黃酒雞湯底，吊籠肉味超濃，入口柔軟嫩滑又多汁，仲可以升級稻庭烏冬同埋楊枝甘露特飲。咁多選擇，真係食足1個禮拜都唔會悶啊！鍾意食米線嘅你快啲去試下啦〜